以赛亚书第28章，经过北王国，伊发现酒醉的人所在夸耀的花冠干惨啊，迄类青影的水花渐渐消去，因伫杯水的山谷顶面淋甲水茫茫。看咧，主派一个有大权能、有大气力的人来攻击因，亲像强烈的炮、毁灭的狂风，亲像暴雨。明烈的大水呛落大地，迄个酒醉的人所夸耀的花冠未受吞踏伫骹下，迄类伫杯水的山谷顶面开甲真青影，渐渐消去的水花，话亲像夏天前透水的无花果，人看着随时挽去食。伫迄日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亲像荣耀的花冠，做伊所存的子民荣光的王冠。互坐伫审判迄位有公正的神，正做因伫城门口拍体对敌的溃力。以赛亚甲犹大酒醉的先知，这时甲先知因为啉酒颠颠倒倒，因为高酒颠来颠去，这个人因为啉高酒哭哭颠，啉薄酒醉茫茫，因为高酒东倒西歪，错解印象。判决反起反倒，因的道顶吐甲满死过，无一个所在无拉残。因讲，这个先知是要甲知识教啥人？伊是在甲啥人过世的信息？是要教拄啊长恁、拄啊离开老母行前的囡仔是无？伊叽叽咕咕、哩哩噜噜，遮讲一寡，遐讲一寡，毋知在讲什么。安尼好。主要用伊的子民听无的外国话，用别款腔口对因讲话。伊捌对因讲，这是安息的所在，野生的人通来安息。这是休困的所在，也故因毋听，所以上主的话因听起来是叽叽咕咕、哩哩噜噜，遮讲一寡，遐讲一寡，所以因行进前，煞倒向遐。受伤，跋落外斗，互人掠去。锡安的奇迹，恁遮的自高自大、亚罗撒冷子民的统治者，着听上主的话，因为恁夸口讲，阮已经甲死亡签约，嘛有甲阴府结盟，大水冲击来，袂淹着阮，因为阮有用白漆做避难所，用虚假做闪秘的所在。所以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，你看，我要伫锡安下一块石，是试验过的石，宝贵的奇迹，通做坚固的根基。我靠伊的人绝对袂惊吓着急。我要用正直做真线，用公义做对钱，并炮要毁坏白漆的人的避难所。大水会淹满恁闪秘的所在。恁甲死亡立的约一定会废除，甲阴府签的约嘛会取消。大水淹过来的时，会甲恁淹死；每一遍大水来的时，会甲恁冲走。大水会逐早起淹过来，规暝规日淹袂煞。知影这消息的人，拢会惊吓恐慌，面床伤底，身躯寸袂直，面皮伤滑。看袂捌，上主要起来，亲像伫比拉心山；伊受气，亲像伫基变国。伊要做工，是特别的工；伊要完成伊的计划，是基因的计划。所以，毋通自高自大，才免把恁的说困如安。因为我对至悬上主万军的统帅有听到毁灭全地的命令，上帝的智慧。着按耳孔听我的声，着注意听我讲的话。农夫犁田要种植，减话规日拢得犁，伊减话继续掘土，减话一直乌高，伊土面若白平，减话随时也大花香、小花香，伊减话一抓一抓种大麦，一粒一粒种小麦，搁伫园边种粗麦。因为上帝用适当的方法甲伊指示，甲伊教。相款，
大回乡袂用打国机拍，小回乡袂用车链轮。大回乡是用推仔讲，小回乡用管仔拍。五穀着先硬，才会当做面包。毋过无需要一直硬。农夫用马车轮五穀，嘛袂甲五穀轮到脆脆。这拢是上主万军的统帅的作为，伊的计策奇妙，伊的智慧深沉。